伊拉俄罗斯拍乌克兰这场战争拍到今，到明仔就满2年啊。欧盟国家即摆有进行一份民调，敢若无到1成的欧洲人相信讲乌克兰尾仔会拍赢。大多数的欧洲人拢认为双方尾仔有可能会坐落来讲和。另外，伫援助经费这方面，受以哈战争冲突的影响，联合国伫今年敢若会当提供1成的资金予乌克兰。无人机对天顶监看战区的情形，俄战争离时就要满2年啊，不过看起来拢未停。乌克兰军方继续伫咧前线反抗俄军的攻击。На цьому, що взяли Авдіївку, це не закінчилось на цьому. Вони далі штурмують. Далі за Авдіївкою наступні села і,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, що там ще у нас? Мирноград, великі міста, і Покровськ. Тому, да. 俄战争拍袂煞，国际社会最近一直呼吁，就要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，抵抗俄国的攻势。不过，欧洲重要智库德国柏林的欧洲外交关系协会对12个欧盟国家进行民调，只敢若无到10%的人相信乌克兰会赢到这场战争。欧洲的民众对美国国会对乌克兰新的援助怎么经伫咧遐的情形影响，对俄战争的前景拢较悲观。平均20%的受访者认为，上尾俄罗斯会赢；37%认为战争会伫咧妥协方案之下结束；超过40%的人认为欧洲应该推动俄罗斯乌克兰达成和平解决方案。其中，匈牙利、希腊加意大利的民众希望推动支付接受和解协议；有41%的欧洲人希望增加或者是维持目前对乌克兰的支持，这个1/5的人希望欧洲举报美国撤回的亏，也和联合国今年援助乌克兰的资金，这个总到10%尔。We have for 2024 launched an appeal for $3 billion, which is less than last year. We have right now about 10% of that. 联合国乌克兰人道主义协调员丹尼斯布朗讲，2024年的援助乌克兰资金欠真多，估计将会有850万位生活伫咧战区的乌克兰人，可能无法度得到包括食物加水一寡基本的人道援助。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问题是愈来愈麻痹。公司新闻，但是董编辑。